在押的维吾尔籍哈萨克女性遭到性侵的相关报道可信度很高。在西藏的教育转化营中，藏族女曾屡也惨遭强奸，而且强奸已被用作再教育营的一个工具。今年1月末，德国外交部一份关于新疆教育转化营的机密报告外泄，被一些德国媒体获悉。报告表明，尽管中共一再声称这些教育转化营不过是职业培训学校罢了，但这些地方其实是恐怖的监狱。除了实行酷刑和法外处决，女犯人遭性侵的事件也频揭报端。纽约时报数天前刊登一篇专题文章，撰写此文的记者曾到过哈萨克斯坦，还采访了一些逃离新疆教育转化营后逃亡到法国的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这名纽约时报女记者听到不少遭性侵的倾诉。居住在日本的维吾尔人和日本女人聚集在中国驻东京大使馆前，抗议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和同化政策。示威者要求中国停止针对维吾尔人的迫害，关闭集中营并释放任意拘留者。中国广东省人大常委会11日上午召开紧急会议，称为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授权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在必要时刻依法紧急占用房屋、设施、物资等做紧急防疫应变。决定也要求根据疫情防控需要，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应当安排工作人员参与城乡小区疫情防控工作，并提供必要的支持。随后，行政级别未附省级市的广州、深圳人大常委会也于官网发布公告，指示区疫情防控指挥机构在必要时刻已依法向辖区内单位或者个人征用疫情防控所需设备、设施、场地、交通工具和其他物资，要求相关企业组织相应的疫情防控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供给等。据说，广州官员还禁止各种野生动物贸易。据称，中国南部是该流行病的中心，湖北之后病例最多的地区。据称，广州有375种新类型的冠状病毒病例，深圳有319。在上海读博士的土耳其人阿克加表示，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行动中，上海市禁止居民外出，一户只有1人可以出区购物必要物品。据他在推特上发布的消息，上海当局发放了居民临时通行证，居民外出时必须出行通行证。目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死亡人数超过1300人，确诊案例超过5万例。苏丹政府2月11日宣布，与达尔福尔地区武装组织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将包括前总统巴希尔等合共5人引渡到荷兰海亚的国际刑事法院接受审讯。位于荷兰海亚的国际刑事检察官要求巴希尔出庭针对其于2003年苏丹达富尔战争中所犯下的种族灭绝、战争及反人类罪进行审判。据联合国统计，2003年苏丹达富尔战争中约有30万人死亡，逾250万人流离失所。对于今夏将抵达东京参加奥运会的成千上万名穆斯林运动员、官员和观众来说，寻找一个合适的祈祷场所将是一个难题。为此，东京方面可能会在街道上安排卡车，改造后用于祷告专用。该倡议是由发起的，目的是体现日本的待客之道。卡车车厢被作为祈祷室，流动清真寺最多可容纳50人，车厢外部还装有用以净身仪式的水龙头。